哋一陣間會用角聲嚟代表嘅方式表達出耶穌誕生嘅聖景劇故事內容同埋唱歌。事不宜遲，請大家細心欣賞。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個好乖嘅女孩子，叫瑪利亞。有一日，當瑪利亞勤力打掃嘅時候，有一位天使突然出現。瑪利亞，唔使驚，我係天主叫我嚟揾你。瑪利亞，你將會懷有天主嘅 BB， 你要幫佢改名叫做耶穌。感謝天主，我會照你嘅說話去做。喺呢個時候，瑪利亞就懷有天主嘅兒子耶穌，佢好開心，馬上祈禱感謝天主。後嚟，天主亦派咗天使響瑪利亞嘅未婚夫若瑟嘅夢中，話俾佢聽，瑪利亞因聖神而懷有耶穌嘅事。若瑟之後就照天使嘅囑咐，娶咗瑪利亞做佢嘅妻子，一齊等待小耶穌嘅出世。喺呢個時候，羅馬皇帝落咗一道命令。羅馬皇帝命令，羅馬皇帝命令，所有人都要返鄉下登記。於是若瑟就帶埋懷孕嘅瑪利亞，開始咗漫長嘅旅程。佢哋行咗好耐好耐，終於到咗若瑟嘅鄉下白冷城。瑪利亞，不如我哋去前面間旅館休息下啦。好啊。老闆，請問有冇房啊？冇啦，冇晒房間啦。若瑟 BB 就嚟出世啦。老闆，請你幫忙啦，我太太就嚟要生 BB 啦。咁啊，等我諗下先。有啦，嗰邊有間馬棚。你哋可以去嗰度休息嘅。老闆，多謝你呀。唔使客氣。小朋友，馬棚即係馬住嘅地方，冇床。只有餵馬食草嘅馬槽，同埋一啲乾草。若瑟同瑪利亞因為旅店都冇晒房，唯有喺呢度休息。就喺呢一晚，小耶穌要出世啦！
約瑟攞咗啲乾草放喺馬槽內作為 BB 床，瑪利亞將用布包住嘅 BB 耶穌好小心咁放喺馬槽度休息。不如我哋一齊詠唱馬槽歌嚟慶祝耶穌嘅誕生。有幾個牧羊人帶住一群羊仔上山食草。天黑啦，佢哋就準備休息。突然，天空出現一道強光。有一群天使出現咗，啲牧羊人見到好驚啊！唔使驚，我有一個大喜訊要話俾你哋聽。今日喺白冷城裏面，救世主耶穌出世啦！一個用白布包住瞓喺馬槽裏邊嘅 BB， 佢就係耶穌啦。天主在天受光明，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就喺呢個時候，有一群天使出現喺天空中唱歌喎。不如我哋同佢哋一齊詠唱歌曲《耶穌誕生》。好嘢，救世主耶穌出世啦！我要去白冷城見小耶穌。我又要去。喂喂，羊仔走啦，我哋去見小耶穌啦。於是牧羊人就帶埋啲羊仔趕去白冷城啦。我要話俾大家知小耶穌出世嘅好消息。好啊，好啊！小耶穌出世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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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喺東方有3位賢士，發現天上出現一顆又大又光嘅星星。你哋睇下，根據記載，特別大堂光嘅星星係代表有位救世主要誕生。我哋快啲帶埋禮物，
跟住粒大猩猩去搵救世主啦！好啊，好啊！三位賢士帶住黃金、乳香、沒藥，跟住大猩猩去搵小耶穌啦。小耶穌喺度啊！我哋將啲禮物送俾佢啦。我送黃金，我送乳香，我送沒藥。多謝你哋呀！天主愛我哋，仲將小耶穌賜俾我哋。我哋要將呢個大喜訊話俾其他嘅人知道啊！為咗慶祝耶穌嘅誕生，我邀請大家一齊詠唱普世歡騰，以表達我哋歡迎喜悅嘅心情，以及對天主嘅讚頌。再一次多謝各位欣賞由我哋聖斯德默天主教幼稚園小朋友嘅角色扮演。喺呢度，我哋都想同大家講聲，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主佑大家。